Pechanga 大莊家賭場度假村宣布，將會喺2月28號喺會展中心舉辦 Best Wishes 2026演唱會。呢一次演出特邀香港流行音樂巨星李克勤、洪卓立同埋沈震軒同台演出，將以勁歌金曲慶祝農曆新年。李克勤被譽為香港演藝界嘅傳奇人物，自1980年代以嚟持續喺樂壇活躍，並定期推出專輯。佢嘅多首經典作品如《月半小夜曲》、《紅日》等，深受樂迷喜愛。李克勤亦都參加咗中國大陸嘅音樂綜藝節目，人氣不斷上升。洪卓立自2006年參加英皇新秀歌唱大賽奪得亞軍之後進入樂壇，並喺2007年發佈首張廣東專輯《愛無膽》。佢嘅歌曲如《彌敦道》曾經登上電台冠軍榜，廣受歡迎。沈震軒同樣於2006年出道，參加英皇新秀歌唱大賽，並獲得現場最具人氣獎。佢喺影視領域嘅發展亦都相當成功，因為喺劇集《使徒行者》中飾演角色而知名。音樂方面嘅作品如《最幸運的平凡人》亦都受到廣泛好評。演唱會嘅票價由98蚊起，廠方建議提早訂票以免向隅。購票熱線為626-632-1994。查詢詳情可以訪問官方網站 www.pechanga.com。Pechanga 會展中心擁有4萬平方尺嘅靈活活動空間，適合舉辦各類娛樂表演、體育賽事同埋商務會議。大莊家賭場度假村亦都被新聞週刊評選為拉斯維加斯以外最佳賭場。自2002年以嚟，獲美國汽車協會 AAA 評為4鑽級酒店。個度假村擁有超過5500台最新角子機、152張賭台以及1100間豪華客房，並提供一流嘅餐飲同水療服務。更多詳情可以透過免費專線877-711-2946獲悉，或者關注大莊家賭場度假村嘅社交媒體帳號。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。